70、80年代街係冇呢個餸食㗎。太子豆腐咧係一個好懷舊嘅菜，如果要想食咧，都係憑空想像，食落去點為之好咧，就冇一個定論嘅。重點就係個豆腐有個雞嘅香味同埋好滑。呢個菜嘅歷史咧就好耐㗎啦。我相信近住晚清嘅時間，江太史個家廚經過好多好長嘅時間去研究。當時雞唔係話個個食得起，用幾隻雞去煲個濃縮嘅湯汁，而擺落去一個微不足道嘅豆腐裏面咧，係反映翻當時大戶人家食嘅餸菜咧係比較不惜工本。平民百姓啊，只係食豆腐嘅啫，唔會係將隻雞去攞湯嚟擺落豆腐裏邊啊嘛。你首先食落口咧，豆味先。